因为我用那个笔记型电脑的荧幕来直播，用的程式是 OBS Studio，那不容易，操作过程好像都卡，网络速度要够快，那这个作业系统也要够快，记忆体要够多，很不容易啊。然后这个也可以接力直播呢，但是要操作要做设定了。你看呢，要选那个显示器啊，要勾显示器，然后选那个显示器接起，然后来源呢，你想要看网页的播呢，来源多哪几个？那能够播放影片，那些地方要进活动，3月4号跟5号要进活动。要让它全篇都会念完，要按向下的键盘。读经的，你看那个用到什么 Media Player 格式哦，把那个要读经的影片都按照顺序编好的，那把它拉到那个视窗里面形成一个播放清单，它会按照播放清单一直播放，用那个凑成那个24/4读经，网络读经，但是这个网络速度也要够快，不过中共笔记型电脑作业系统要够快，还有电脑不要故障，不要过热，等等的防火灾等等，很多问题都要考虑，也要注意。这个画面应该有文字啊，怎么会没有文字啊？嗯，怎么变这样啊？我荧幕显示器直播嘛，你要点着让它在显示器上出现，你隐藏起来它就不会，没有道理，不会念好。
日本的。嗯嗯，有快速键的，没关系，那比较开心。嗯，就让他整天都会外面有按键键键。你要不鱼，那是滑水的，那是有问题，不是。滑水哪有那是不进去，毛线这样，哪有不顺呢？毛得很慢呢。有人语，
不容易有那个电脑的跑得不够快，不容易。它要电脑那个设备要不够。好的都不快啊，没有办法顺畅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得来不易啊！我打5G 的手机的5G 的环境还就一般的那个速度太慢了，铁顿了，那铁顿。要整天都念要按向下的，不容易啊，设备要够好，够好，要停住了。
这里面的做直播，用的什么搜一下是叫 OBS 是太低了，你可以网络搜寻，如果搜寻 OBS 是低，这样他们会用那个节目直播，那勾选呢要点使用显示器截取，用显示器截取，这样才是才会直播。那开始直播要订阅那个自己的YouTube的频道上的，自己的YouTube频道，然后去找那个叫社区加号那个叫什么，然后进去选直播，就是那个叫接力直播呢，播放到场变大屏显示，并且随机秒变更，这个叫接力在接，可以平时直播了，你看你用那个笔记型电脑荧幕直播。